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明仔载就是拜六，休假日有人爱出去外口行行咧，都爱找一寡较清幽的所在来休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酉，读酉第一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，这日酉字有暗散的意思，人讲是幽暗；另外嘛有恬静的意思，人讲幽静。若是讲一个所在真清静、真雅致，咱讲是优雅。这个幽嘛有关键约束的意思，人讲幽禁；另外嘛有阴间的意思，人讲幽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悠悠啊疼，意思就是溜溜啊疼，小可的疼。第二个词读做清幽，代表讲一个环境真清静、真优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阿明的某真无简单，真有心，3工2工就病囝，巴肚悠悠啊疼。为了要互因某好好静养，阿明搬去到一个较清幽的所在，两个人准备好好迎接囡仔出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酉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